係今日嘅診症貓超貓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啊？我真係好唔識得同人劃界線啊！我成日都唔夠膽拒絕人，朋友叫我幫手，就算我自己好攰，我都會應承。同事叫我額外工作，我明明唔想，但係我最後都係做晒。甚至屋企人無理嘅要求，我都唔夠膽講唔得。結果我就成日覺得好委屈，又好嬲，但係又發唔到出嚟。最後自己一個人就喺度縮埋一嚿，自己舐自己傷口。我係咪好冇用啊？點解我總係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嘅？小白，首先我想話俾你聽，唔係你冇用啊，你其實只不過係一直用緊討好呢一種方法嚟保護你自己。好多人喺細個嘅時候已經會學識，如果我乖，如果我幫到人，大家都會鍾意我，大家都會錫我。所以對你嚟講 ，say no 就等於我會俾人討厭，我會俾人孤立。呢一種感覺係咪諗起都覺得恐怖呢？係啊，的確好恐怖。今日我哋一齊嚟學下點樣溫柔但係堅定咁樣劃界線，好唔好啊？我教你一個簡單同埋實用嘅方法啊，就叫做小白界線3部曲。第一步，先察覺下自己真正嘅感覺同埋需要。下一次有人要求你嘅時候，停一停，問一問自己，我而家係咪真心想做？做完之後，我會覺得開心定係委屈？上星期我朋友叫我幫佢搬屋，其實我自己都病緊，但係我驚佢覺得我唔夠朋友，所以頂硬上，最後病得更加嚴重啊！冇錯啦，所以我哋就可以落第2步，用我呢一個字句溫柔咁樣表達界線，唔好講你成日麻煩我，而係講我而家身體唔舒服，需要休息，呢次幫唔到你，對唔住。或者我明白你需要幫手，但係我呢2日已經好忙，抽唔到時間。咁如果佢嬲我，咁點算啊？如果佢覺得我自私，咁點算啊？你問得好好啊！第3步就係要允許人哋因為咁樣而唔開心，但係唔等於你做錯咗。真正愛你嘅人會慢慢學習尊重你嘅界線，而因為你 say no 就消失嘅關係，其實一開始就唔夠穩固。你係值得被愛㗎，而唔係只係因為你有用先至被愛。小白，劃清界線係一個需要練習嘅技能。第一次一定會覺得好難為情，好驚，但係每一次你成功同自己講咗一句唔得，你其實就係保護咗自己一次。你亦都係同緊自己講，我值得被好好對待，包括被自己好好對待。而家我都好想同所有喺度睇緊片嘅你講，如果你都經常因為怕拒絕人而搞到委屈自己、攰死自己嘅話，我邀請你做一個小小嘅行動。今個星期試下用小白界線3部曲做一次 say no 嘅練習啊！可以係一個好細嘅事情，例如當朋友問你得唔得閒而你好攰嘅時候，試下講一句我而家有啲攰啊，遲啲再傾得唔得啊？或者係當有人叫你幫手而你唔想做嘅時候，試下講一句呢次我幫唔到手啊，下次再幫你啊，對唔住啊。做完之後，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成功咗，而且感覺係點㗎？你嘅分享可能會鼓勵到更加多同樣掙扎緊嘅貓仔㗎。記住啊，學習劃清界線並唔係變得自私，而係學識愛自己更加多。你已經好努力咁樣去踏出第一步，而且好勇敢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記得要按讚同埋訂閱頻道啊，開啟小鈴鐺。下次我哋會繼續探討更加多嘅心理議題，例如焦慮同埋自我價值。最後想同你講，尋求幫助從來都唔係軟弱，而係照顧自己最溫柔嘅方式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記住，你值得被溫柔對待。